我哋話助理出錯係錯就錯在咩呢？錯就錯在呢，你哋在席有啲議員嘅行為呢鬼鼠，所以因此出錯。因為大家好清楚嘅，你哋入一半議員，我哋入一半議員，所以呢，喺報名我嘅截止日限期之前1個鐘頭，我哋 check 咗你只能係入咗一半議員，所以因此呢，我哋有一半議員。咁啊，然後呢，我哋亦都預早同助理講咗啊，我話假如你入全部，我哋亦都入全部，呢一個好清楚嘅。但係你哋係鬼鼠到呢，係截止時限個5分鐘，你明唔明啊？咁你咪好鬼鼠咯。咁啊，當我哋助理遲咗查，所以咧就呢件事咧，助理咧。你係乜嘢問題啊？主席，我認為鬼鼠兩個字咧係非常冒犯在席嘅所有民主派嘅議員。哦，即係你而家想如何想發話嘅呢位議員呢，收翻鬼鼠兩個字。蔣麗芸議員，主席，你想我繼續講我嘅嘢定係點啊？唔係，即係我想你咧就回應一下毛孟靜議員就住你剛才發言裏邊其中鬼鼠兩個字，佢似乎有一啲感覺咧係冒犯。咁你會唔會考慮收翻呢？否則我就要喺本席位置上作出裁決，然後裁決之後先睇你點樣去執行即係去回應我嘅裁決。咁我就想俾個機會你，正如頭先我俾個機會啊李卓人議員一樣。咁你會唔會利用呢個機會呢？好啊，多謝主席。本席發言嗰陣時，我冇講到阿毛孟靜議員係幾咁鬼鼠，或者佢認為自己鬼鼠，究竟佢係咪鬼鼠就佢自己決定，佢自己係咪鬼鼠？我嘅回應就係咁啦。毛議員，主席，佢講到明係民主派議員、助理等等，佢係將成個情況呢就形容為鬼鼠。呢個咧對所有嘅民主陣營嘅議員以及佢哋嘅議辦助理咧，都係非常不公道嘅。最鬼鼠嘅咧係民主派嘅議員，尤其是係小學雞程度都不如，係淪落到幼稚園點地嚟掠嘅程度嘅議員。嗱，我就唔想咧浪費太多呢個時間咧嚟到處理你呢一個即係程序嘅提問啦。咁我就想問你阿毛議員，因為蔣議員咧頭先嘅發言，我理解為咧佢冇任何意思就係咧係去冒犯任何人。咁我覺得咧佢嗰個理解，即係佢希望咁樣嘅理解咧，都未嘗唔係有道理。你會唔會願意接受呢個解釋啊？主席，如果係咁樣呢，我個感覺就係佢自己認咗係鬼鼠地話人哋鬼鼠，咁我就算啦。算啦，即係就憑算兩個字。繼續嗰位係邊位？而家講緊嘢。蔣麗芸議員，你講埋佢。主席，好啦。不如我就咁啦。我係希望咧 ，OK， 其他就即係講多都無謂啦。大家好心智要清楚，知道咩事。仲有一樣嘢咧，我都雖然你冇嗌我澄清，我都要講一講。我話在席嘅議員，我冇講泛民議員，冇講民主派議員，冇講毛孟靜議員鬼鼠 ，OK 嚇。我話在席嘅議員啫 ，OK。你哋對號入座。係，即係可能個個都鬼鼠，係。